察力大考验，来看看你们两个谁的观察力比较好哦。仔细看看这张图哪里有问题？我知道，捷运上面不可以跑来跑去。答对了。还有呢？还有这个，坐捷运总唔得食东西。坐捷运总得吃东西。没错。坐捷运，坐捷运，总唔得食东西。总唔得，我们之前练习过，不可以。吃东西就是吃东西，坐捷运总唔得吃东西。坐捷运不可以吃东西。一起来练习一遍哦。坐捷运，坐捷运，总唔得吃东西，总唔得吃东西。都好。坐捷运总唔得吃东西，坐捷运不可以吃东西哦。那来看看第二题，当然，这里有3颗蛋，请问哪一颗蛋是坏掉的呢？坏掉的，可是3颗蛋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，这样怎么分得出来？我们可以直接打破啊！等一下，要在不破坏它们的情况下，把坏掉的蛋找出来。怎么可能？当然可能，用水就可以哦。水？我是蛋大姐。我才是蛋大哥。我才是吧？明明就是我先生出来的。我觉得是我妈妈把我们生得一模一样，都分不清楚谁是老大了。不然我们用抽签的。抽签？抽签只是凭运气，不公平吧？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去泡汤。泡汤。哇！嘿嘿，这样就知道我们的年纪啦。大哥好，二哥好。哈哈，就说吧，我才是大哥。好了，1、2、3，一起放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嘿。有没有？是不是有一颗浮在上面啊？对耶。对呀，这一颗浮在上面啊，就是坏掉的蛋。因为啊，坏掉的蛋啊，它的气势会越来越大，所以就会浮在水面上哦。原来如此。那你们仔细看看，沉在下面的这2颗，哪一颗是生的蛋，哪一颗又是熟的蛋呢？可是这2颗都沉下去，怎么看啊？用转的。用转的？不信阿迪，你来试试看。好，沉下去的这2颗，不是，借我过一下，我也想要看。来哦，我先转第一颗，转。怎么看起来转不太起来啊？那这一颗呢？嘿，好像陀螺。转得好快哎！所以咯，转得像陀螺的这一颗蛋啊，它就是熟的蛋。真的吗？阿迪，你试试看。真的是熟的哎！哇，好厉害哦！所以咯，我们用水啊，就可以分辨是坏掉的蛋还是好的蛋；用转的就可以知道是熟的蛋还是生的蛋哦。真的耶！阿迪，哎呦，人家说坐捷运总唔得吃东西，我现在不是在坐捷运，所以总得吃东西。不是，你看阿迪啦。还没关系啊，你看你手上啊，还有一颗生的蛋啊。等一下做一份虾仁炒蛋，我们一起来吃啊。虾仁炒蛋听起来不错哎。